今天同大家講一個好多有錢人都跌咗入去，但好少人敢公開講嘅話題——長生津陷阱。好多師傅同律師都叫呢個做長生津詭計，但其實用得唔啱，真係會坐監。尤其而家香港人移民潮未完，好多人都想將資產轉俾下一代或者帶走，但一唔小心就中咗稅務局同金管局嘅招。今日我就用超過1萬蚊請教咗稅務律師同遺囑執行人嘅真實案例，一次過同你拆解5個最大嘅誤區，仲有點樣用即期年金同保險合法過關，保證睇完之後你唔使再驚被稅務局追訴或者資產被凍結。首先，我要同大家講清楚乜嘢係長生津。簡單嚟講，就係一個人喺在生嘅時候，將自己嘅資產，例如樓、股票、現金，轉讓俾仔女或者信託，但保留咗一個終身收益權，即係話呢啲資產雖然唔再屬於你，但你一生人都有權收租金、股息或者利息，死後先完全歸仔女。聽落好似好聰明，對唔對？因為香港冇遺產稅，咁樣做可以避開外國嘅遺產稅，例如英國4成、美國4成、日本5/5，又可以避開強制遺囑分配。10幾20年前好多富豪都咁玩，包括一啲好出名嘅香港企業家。但係自從2015年之後，稅務局同金管局開始收緊，特別係2022年之後，OECD 同歐盟將香港放咗入灰名單，雖然之後又移出咗，但反洗錢法例同共同匯報準則全面生效之後，呢啲舊玩法9成9中招。稅務局而家唔係話你有冇交遺產稅，而係話你有冇刻意剝奪資產去逃避將來可能出現嘅稅項或者債權人追討。呢個就係真正嘅長生津陷阱。誤區一，好多人以為只要喺香港做長生津就一定冇事。錯，如果你嘅仔女或者受惠人已經移民去咗屬於 CRS 交換國家，即係而家全球100幾個國家，包括英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新加坡，全部歐盟，稅務局有權要求你證明當年轉讓資產唔係無對價或者人為降低資產去逃稅。如果解釋唔到，你同你仔女都會被視為逃稅共謀，最高監禁7年。真實案例，我有個客人，2018年將3個物業轉咗俾2個喺英國讀書嘅仔女，但保留咗終身居住權同租金收益。去年稅務局突然發信，要求佢喺28日內提交過去7年嘅銀行流水同轉讓契據，話懷疑係逃避將來英國遺產稅。雖然最終靠律師打官司贏咗，但律師費已經用咗7位數。誤區2，以為用信託就一定安全，更加錯。香港嘅信託分為可撤銷信託同不可撤銷信託。如果你用可撤銷信託，稅務局同外國稅局根本當你冇轉走資產，因為你隨時可以拿返轉頭。反而不可撤銷信託先有避稅效果，但你一做咗就真係裸泳，資產完全唔再屬於你。如果你之後要移民，銀行批核居留權或者稅務局審查嘅時候，會見到你無資產無收入，隨時連簽證都批唔到。更恐怖係，如果仔女同你長，或者仔女離婚，信託資產都會被追討。你話恐怖唔恐怖？誤區3，以為長期嚟講就自然斷稅值，可以亂轉錢。呢個係最多人中招。香港稅務局雖然係地域稅制，但有條例叫離港前3年反避稅條例。簡單講，你喺宣布離港前3年內做嘅任何資產轉讓，只要稅務局覺得主要目的係避稅，就可以追討利得稅或者當作應課稅收入。我有個朋友，2023年初將8位數現金轉俾太太戶口，之後3個月就交咗離港稅表，結果稅務局話佢有意圖避稅，將筆錢當作營業收入追收1/7利得稅，連加罰款超過2成，最後打官司輸咗，補稅加罰款1000幾萬。誤區4，以為骨灰龕位唔使計入資產，錯到離譜。稅務局同金管局而家將私人骨灰龕視為香港不動產，如果你將龕位轉咗俾仔女，但保留咗終身使用權或者優先權，一樣會被視為長生津安排。更搞笑係，有啲人買咗幾10個龕位話係投資，但一轉名就中招。
真實案例，有位伯伯將價值1000幾萬嘅龕位轉咗俾仔女，但寫明父母終身有權決定擺邊個入面。稅務局話呢個係保留控制權，等同冇轉走。結果移民加拿大之後，加拿大稅局同香港稅局交換資料，當佢死後要補40%遺產稅。誤區5，以為買保險就完全唔使申報，保險係好，但用錯一樣中槍。如果你買傳統人壽保險，受益人寫仔女，保費又係你一筆過俾，稅務局會睇你有冇轉讓意圖。特別係而家好流行嘅大額即期保險，借錢俾保險公司買幾條街保單，之後再用保單抵押借錢走資，呢啲銀行同稅務局已經聯手釘死。反而有一種保險玩法係真正嘅合法過關神器，就係而家要講嘅即期年金。講到呢度，我要同大家詳細拆解點樣用即期年金完美避開長生津陷阱。所謂即期年金，就係你一次過俾一筆好大嘅錢，通常由幾百萬到幾千萬，俾保險公司，保險公司即刻開始每月或者每年俾返固定年金俾你，直到你過身。最大嘅好處係，第一，呢筆錢一俾保險公司，就即刻唔再屬於你嘅資產，唔使申報喺你嘅資產負債表。第二，你每月收到嘅年金喺香港係完全唔使交稅，因為唔係薪俸稅、物業稅、利得稅任何一種。第三，最重要係外國稅局，包括英國 HMRC、美國 IRS、加拿大 CRA 都承認即期年金係消耗性資產。你死後冇剩餘價值，所以唔使交遺產稅。我俾你計個真實數字，假設你今年65歲，有3000萬現金，想移民英國，你如果直接轉俾仔女，英國將來可能收40%遺產稅，即係1200萬。如果用長生津，隨時被 HMRC 追討 Gift with Reservation of Benefit， 一樣40%稅。現在你用2800萬買即期年金，保險公司即刻開始每月俾你15萬左右，視乎最新利率，你活到85歲都可以收返3600萬，本金加收益。最緊要係你死後保險公司冇嘢俾返仔女，所以仔女零遺產稅。剩低嘅200萬你可以買傳統人壽保險，受益人寫仔女，咁仔女一樣有錢收，又唔使交稅。更進階嘅玩法，如果你驚自己活太耐，年金收得多過本金，可以揀有保證期即期年金，例如保證20年，就算你70歲就走，剩低嘅10年年金都會俾返你指定受益人。或者揀聯合年金，你同太太一齊買，你走咗之後太太繼續收，太太走先完。仲有一招好多人唔知，如果你而家已經70幾歲，保險公司會因為你預期壽命短俾更高嘅年金率，有啲可以去到每月8%至9%回報。即係話你俾1000萬，佢可能每月俾你7、8萬，幾年就回本。重點係呢啲年金喺 CRS 申報入面，只會顯示為年金收入，唔會顯示你有幾多本金，完美避開外國稅局追問你資產來源。當然，買即期年金都要揀靚公司，我建議至少揀美國 A、M、Best 評級 A 以上，做生意超過100年嘅公司，例如 Prudential、Manulife、AIA 都有呢啲產品，但條款同回報率差好遠，一定要揾獨立財務顧問俾多間公司 quote 先買。講完即期年金，再同你講埋保險嘅正確玩法。傳統人壽保險如果要避稅，記住3個原則：第一，保費要分期俾，最好每月自動轉賬，唔好一筆過；第二，保單要寫明不可撤銷受益人，咁樣保單現金價值就唔屬於你資產；第三，最好喺移民前至少5年買，因為好多國家有5年反避稅規則。如果你而家先移民緊，記住買全球醫療保險加危疾保險，因為新移民國家好多公共醫療有 waiting period， 保費又可以用來抵稅。總結今日5個誤區同過關攻略：一、千祈唔好再用傳統長生津，尤其仔女已經移民咗；二、信託要用都要用全權信託加保護人機制，但成本高又複雜；三、離港前3年內任何大額轉讓都好危險，最好用年金同保險；四、骨灰龕、會所 debenture。
車牌位全部都係不動產，轉名要小心。保險同年金係而家唯一可以大額合法走資嘅方法。最後提醒一句，以上全部策略都要因應你個人情況調整，千祈唔好自己亂做。我頻道下面 description 有我合作嘅稅務律師同 IFA 聯絡方法，他們專門幫香港人做移民資產配置，有興趣可以揾佢哋傾，記得話係我介紹，佢哋會俾折扣。好了，今日內容乾貨超多，如果你覺得有用，記得即刻 like 同訂閱，再開埋個 bell。下集我會教你點樣用家族辦公室零稅率將資產傳3代，記得準時返嚟睇。拜拜。